天庙开辟之本无极静态及洞皇及坤乾老母娘的兴生。三道即立礼及道虚灵之妙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又生三，一本散万殊哉，自无入有其奥妙，是神天意难尽言。天即成地即立，万物其北东土，无人焉，缺少女男，纳十节为母。我无奈之处，方舍我九六子七将凡间屡次的差援佛东土而下来一次反一次，不肯至，凡无奈何为母。我造下且九三山颇弘罪乐菩萨佛南设一个大仙池，其来起早，趁机会先一邪收回礼。天众佛自救醒来，不见母面，又不见先一邪，可在哪边老母娘的心生？四为娘，我悲痛泪源自呼唤尔众等速东奔，莫要再敛。如若是先一邪教与尔等尔哪个亦不肯再是至凡折树枝和树叶，遮寒地冷饿了失踪佛子，可引心泉众佛子如调回悲哀悲叹，问母我至何时方把家还母？言答三期末，打开普渡清烧书清寂信清度佛缘，降道乃为救良善，降劫乃为收恶煞，血泪以余叹子归。须用真心体会老母娘的心声，末节时期，把握经片效圣法前，不畏考验，坚守愿解，共赴龙华极乐国，任逍遥随意玩耍，成青龙化彩凤，无量尊严在里。天极乐之天国里，任意逍遥游玩，随意玩耍，乘其青龙，化作彩色凤凰，任意去来，显现无量尊贵与庄严，不惧寒，不惧暑，无数无还，无阴阳，无对待，至理纯然理。天无寒暑冷热，总是恰是温度，无拘无束，亦无阴阳之对待，只有纯然一环理气。理天以跳脱一切阴阳对待，故无阴阳寒暑之分别对待，自性至理纯然，通达无碍，故无数无管辖无事，任遨游先天妙境门卷来，或下棋，或将琴弹弦，暇无事则任意遨游，观赏先天美妙景致，或下棋娱乐，或弹琴消遣。理天之境无闷倦之事，举凡一切活动，皆随心之所至，意之所乐而为之。吃的是仙桃果琼浆玉液，穿的是穿云鞋仙衣仙衫，吃的是仙桃仙果，喝的是琼浆玉液，穿的是仙衣仙鞋。仙桃果，蟠桃之果实，亦称仙桃。蟠桃实洲际东海有山，名度所山，上有大桃树，盘曲3千里，曰蟠木。武帝内传7月7日，西王母降一仙桃4颗与地，帝时折收其核，欲种之。母曰：此桃3000年一时，终下地薄，种之不生。帝乃止。